试一下，试一下。对，所以你会前领事，好好，没问题。祝大兄弟姐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是咱第二工作吼，咱伫12月份教会有做庆祝活动，咱今仔日聚会进行咱先来会前练习的时间，请咱先掀开圣诗51首，圣在圣在圣在，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就好。咱请书记赶快。
这些习惯较特别。咱毋茫伫即个圣诞主义的时，咱全体会友会当用四部合唱来学咱的宝贝上帝。所以今仔日咱先来锻炼这首诗歌，咱拢唱头一节就好。咱请咱一摆来练一步，咱请诗琴甲咱弹一摆。
来第四步。来第四步。
我俄罗外兄弟，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咱即马起嚟来用信心地，心中充满了感恩，感谢你，给我有这个款的机会，一同来敬拜。无论阮面对欢喜也是困难，阮我在你的听当中找到平安。求你
希望因感受到你的安慰时，力量，还有伫咧逆境当中依然坚持并找到出路。主啊，我们要为着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来祝福，愿你的祝福临到因的生命当中，互阮的信仰路上共同成长，做伙来见证你奇妙的作为。阮的祈祷若有不足的所在，阮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祈祷。天的愿你的名是你的国明白，你的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是今日互我下有亲像阮也下面互阮的人，无你操就叫阮发你的爱，因为我爱你，代代无尽。阿门。
跟第二根蜡烛，第二根蜡烛。好，我们看周报，周报上面有写，第二根蜡烛代表是什么？紫色的蜡烛是象征什么？象征什么？预备，还有什么？信心，预备信心。好，当预备主的路，自己的好行为做榜样，让还没信的人能够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来渴慕耶稣。这其实是他不单单一件事。我读现在有时候我们就常常那个自私自己自私的那个状态，就每个人有这样的经历，落入自己那个自私的那个状态。是大教会也是，所以有时候常常我们会跟隔壁邻居不和，期盼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可以思考想到神的爱，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感谢主，今天让我们邀请到魏义群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那当有一个题目，当时控制的时候，只有歌声不念。我想打三个字“魏义群”这三个字，你就看许多的见证，在网络上，在邀请的教会，相信弟兄在整个我们的台湾在整个这个分享过程当中，碰了许多的人。所以我今天用这样的生命是控制的歌声，透过书是第9节今天的主题经文我每一个姐妹听下的经文今茫茫一代咱会当舒特上帝听伫咱的中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完全。”上帝的话常常用比较2句话的分享，软弱，然后呢完全，刚强，软弱，刚强等等的，喜乐怎么样？忧伤，怎么样？生命得到什么？更丰盛，不止，而且得了什么？更丰盛。他让还未得的弟兄更，所以让我们都可以透过等一下弟兄，那我想他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他已经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失去双腿，但是他从死，等一下可能一群弟兄还会做更清楚做说明，在他什么时候，然后他决定，然后把身体进到一个跟别人的状态，他怎么样看这个世界，用信仰，所以他在苦难当中，他唱出希望的歌，所以等一下可以听到他优美的歌声。当我在看他的故事的过程，我就已经掉了多次的眼泪，求神也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绝望到盼望，因为神在掌权，让神继续唱下去，所以让软弱成为力量，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透过今天弟兄在这边的分享，而且他会到前面来，或许弟兄姐妹让他我想稍微就稍微听的，用心来听他的生命见证的故事。弟兄，来到前面。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很开心今天呢，陈长老的邀请，跟林口教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哦。
其实我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到一些教会去分享，很开心，也很荣幸，就是能够到各个地方去被神分享自己的故事。那我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那我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是一个我是机遇的讲者。那我曾经有许多的就是在我们海滨基金会20周年的演唱会上，那我也过很多地方，也很荣幸就是荣获台北市教育局连续6年3届的这样几个生命教育的讲师的推荐。那我也到了很多的地方，像小到幼儿园，大到那种80、90岁的长青学院的都去分享过，那也去神学院分享过。那我也接受过一些的那个专访，特别是我加入一个团体那我们这个团体是由不同的障别所智障、智障像这样子，还有听障、自闭症多种障。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了同名专辑，那我们的专辑的制作是由金曲歌王萧煌奇里面有一首我的主打歌叫做《心愿》，这首歌也是由萧煌奇老师所写。那我们的音乐那个采访的内容上面都可以找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看。好，那我诞生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怎么说传统呢？因为我是爷爷奶奶的第一个长子，对整个家是非常的开心啊。可是这样子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因为后来跟我的家人宣布一件事，他说这个孩子将来长大有心脏和骨头方面的问题。那的确，那个医生说的非常准确哦，我的确心律心脏2尖瓣膜脱出问题。那骨头的那个问题的话是之后才开始浮现的哦。我是4岁的时候发病，我还记得那一天哦，我到那个杂货店去买糖吃，因为我下楼的过快哦，就被自己的那个家打到，所以我就整个人从那个3楼的楼梯这样滚下来。那大家都有跌倒过的经验，有跌倒的请举手，好，几乎全部吧，谢谢。那大家跌倒会怎么样？爬起来嘛，对不对？那顶多那个泳道之类的这样。可是我这一跌下去呢，就可能过去了。爷爷奶奶就觉得很奇怪，说把人一把我扶起来后，才开始发现说我大腿骨折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呢，便开启了我不断骨折的人生哈。就是小时候男生嘛，要调皮捣蛋嘛，常常发生一些意外。像我记得有一次，我只是要那个捡地板上那个汽水罐，就是好像反正稍微用力一点，手骨就断了。然后那个去拿饮料，那出来的时候被那个门槛绊了，摔手吃起来，大腿骨就断了。因为就发生骨折，那只要一骨折，就是没有任何选择，我马上送到医院里面去做矫正治疗手术。手骨折比较简单，要打石膏要掉筋。那大腿就比较难，大腿骨折书房里面去，然后在膝盖的这个2侧打上钢钉，钢钉再拉出一条那个绳索的尾端掉铁块，然后用牵引的方式，慢慢的把后位的给拉回到原来断裂到的地方。然后之后呢，过2个礼拜以后，再进手术房里面把那个钢钉拆掉，打上石膏。骨头的复原就可以痊愈了。可是我的骨头的愈合速度比一般还要来得慢，所以大致上要花4到5个月的时间。那这是我整个的
治疗过程哦，所以时间都长达半年之久，所以找一大堆骨折要等到半年以后才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那这时候大家一定心里面很多的疑问：为什么我的骨头跟大家那么不一样？你们比较也是我比较骨折呢？那这张图片跟大家解说。在看之前，我想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看过自己的照片？有看过的举手。哦，好，谢谢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吧。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私房照。哦，可怕，我妈看了都吓一跳。这个是我全身的 X 光照片哦。那这样的那个骨头，像大家可以看到我那个手骨，它有很多的一些空洞和黑影。好，那这个的话，就是在告诉你有问题、有病变的骨头哦。因为你们正常的骨头的话，它是在面底下是直直的嘛，那它是白色的。如果你的骨头密度高的话，它是白的发亮。可是我有很多的这个骨头都是有空洞、有黑影，它这个就是在告诉你说，这是有问题、有病变，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情形。那大家也看得到我脊椎侧弯比较严重，所以可能长老还有刚才那个小房间里面的人，就是我在等待的当中这样倒下来的情形啊，因为坐太对脊椎和骨盆的压力比较大。那我在定点的时候，我通常都是这样平躺，因为这样的姿势对脊椎和骨盆是比较减压的。我只有在行走还有在工作的时候才会像这样子做的直挺挺。那这就是我全身的这个骨头的情形。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啊，为什么我跟大家的骨头这么的不相同呢？那是因为我从出生的时候呢，有了一种罕见疾病。那这个病名请大家念一下，1、2、3。哦，好，那它的特性是骨头纤维化，容易变形。那这个是它的骨头的特征。其实它有3个症状，就是骨头、皮肤还有内分泌。那我这3种症状我都有哦，因为我这个疾病的特征就是这3种症状它都有，是平均分散。像我有遇到一个病友，他就是比较逆，说你好，我是网络上面搜寻到这个名字，然后有些问题想要问我跟你是一个疾病，然后我就看到一的照片啊，漂亮阳光的一个女孩子哦，然后不但是跑步，还去攀岩、做戏。我说你跟我讲你是吧？因为你做的所有的事情我都不能做。他说是我的话的一个情形，这是我们这个疾病的特征。那3种症状都有，可是我是唯一少的症状都特别严重在骨头上面，所以我的台大我讲说，像这样子的病人啊，来呀，多少个？我来玩个游戏吗？可以跟大家玩有奖征答活动吗？那这个答对有奖品哦。那教你让这个人眼睛亮起来。那接下来我会几个答案，大家在这个选项里面找出你觉得是最正确的答案。好，那我讲哦。第一个，医生说，像我这样的病人，全世界加起来呀，大概有1万个人。哦，第二个，全世界加起来大概1000个人。第三个，全世界加起来大概有100个人。最后一个，全世界加起来大概有10个人。哦 ，OK， 先大家先思考一下啊，大家哪一个是比较正确的答案呢？
发生率1/1000以下，就有可能是被列为罕见疾病。是1万个人里面，如果有一个得了特别的疾病，就有可能被列为是罕见疾病。好，那这个不是在剧透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个医学的冷知识哦。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投票喽。那投票的规则也很简单，就是一人一票。选 A 我也选，不行啊，一人一票。那旁边要监督一下有没有重复投票。好，那我们就要来投票喽。第一个，1万个人有没有人选呢？哦，有一个，好，谢谢。那第二个，1000个人有没有人选呢？哦，1000个人也有人选哦，好，谢谢。第三，100个人有没有人选呢？哦，100个人，好，也有一些，好，谢谢。那最后10个人有人选吗？10个人，选的比较多哦。好，谢谢大家。哎，大家问哪个是正确的答案呢？哦，是长老有提答案吗？好，我的医生是台大医生，他是台大基因遗传教授，那他也是台湾基因遗传协会理事长，前任的理事长。他看了很多网络的报道，他跟我讲说，像我这样子，全世界加起来呀，不超过10个。哦，大家应该已经早就知道了吧？那其实这个就因为是很特别、很罕见，所以因为像我这样的症状的人比较少，所以并不10个是机会。好，那这个时候答对和没答对的人都应该很好奇，奖品是啥？是什么呢？这是一定会有的，这个一定会有，这个在后面。那当然，额外的奖品就是我的拥抱。那但今天的人稍微有点抱完我的时间也就没有了，不能在拥抱的过程当中。所以到时候结束的时候，请大家答对的人，没答对也可以，都可以来跟我来领取这个礼物哦，好吗？好，好，不管有没有答对，都给自己鼓掌哦。所以我的时间是到都可以，不自由。好，那接下来就放心的讲，因为刚才有讲到，就是我的因为不小心发外嘛，那意外的话，就是到医院去接受矫正治疗。因为腿的关系，所以我住院的时间，他们的时间都是在院里面，他们的时间都是个人在医院。那只有在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在旁边陪伴我呢？因为爸爸爷爷生活工作，他们必须去上班赚钱活口，照顾，所以他必须待在家里，没有人可以陪伴照顾经常住院的我。只有在每天下班的时候，也会过来，然后这样看我，大概1-2个小时以后再回家去。那妈妈也是下班以后坐交通车1个多小时到医院看我，然后弄完我梳洗啊、吃饭，看病的时间再搭交通车回家。所以大部分时间有一个人待在医院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常常心里面会有一种很深的孤独感，就是我感觉好像只有我一个人面对这一切，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这个疾
那因为在床上，其实我里面是有很多时是需要人家照顾，需要人家帮。那没有人嘛，必须要常常麻烦像护士这些。我其实从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不想要去，我的事情是我自己去完成。可是因为我躺在病床上面，我被下床，所以我必须要仰赖别人帮忙生活。像是，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去尽量减少对别人的依赖来帮忙。我就把所有要麻烦别人的事情一样的写下来。写完了以后呢，再一样把它删掉。删掉最后呢，人有两件事，怎么样都删不掉。大家知道是哪两件事？可以举手把握。好，那位，我看到你可以说，你觉得这是哪两件事情不能删？对，对，给大家掌声。也其实只有小便我会麻烦，大号我会尽量忍到晚上我妈妈在上。可是大家都知道，上厕所这件事情不是你想忍就可以忍得住，尤其当你吃了早餐店的奶茶之后，那个真的比任何的泻药还要来得有用。像有一天的那个时候是午休时间，那病房所有人都睡着了，我那个时候很想要上大号，可是我不敢按铃叫护士，为什么？因为通常午休时间是护士们用餐的时候，我不想他们在用餐的时候来弄这个上大号的事情。那天我觉得我快忍不住了，我很怕我趴在床上，所以我就硬着头皮按叫护士。护士来了以后呢，他就不要再上厕所。听他这样讲，我今天真的觉得有点难过哈。我心里想，我当然知道你在吃饭，我也不想麻烦你。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自己去完成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要别人帮忙，我们必须看别人的脸色，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经过这样的事情以后，我还要上厕所，要不要上大号？要啊，不然怎么办？只是我心里面会有阴影啊。像有一天的那个下午，那个下大概3、4点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又想要上大号，可是那天呢，我就告诉我自己说，一曲，我今天一定要忍到晚上，我妈妈来再上厕所，因为我在看别人脸色，我不想再被这样说，所以我就一直听我讲很努力的人，就告诉自己说，只要你努力，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加油加油，很努力憋。原本以为只要我愿意，我一定可以做到，后来发现不知道了，那一天我就整个搭在床上，非常羞辱，怕被别人发现，别人把那个4角的象棋板拿在上面，睡在那个象棋板上。虽然是被给盖住了，可是空气中还是弥漫了屎。因为我旁边那个室友就这样对我变色，好像哪里有问题，可是又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就觉得很疑惑。我看他们脸上的表情，真的当下好想要钻在地里面去。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管这么多了。那个时候，我只有心里面一直祈祷一
希望妈妈快点来，妈妈你快点来。好不容易，终于等到晚上，看到妈妈来了。我那时候啊，我才有勇气把那个相机板给掀开来。妈妈看了以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带了浴室去清洗。我那天晚上在浴室都不大，我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健康，行动自主，我还是有人的尊严。在那个小时候，我在家里或者在任何地方，我只要看到外蓝天艳阳照的日子，我心情就特别的很喜欢啊，跟小朋友玩冰场啊，或者骑脚兜风，或者躺在草地上吹晒太阳。这来说是再简单、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也比还我只能坐在床旁边，看着楼下小孩玩得很开心。我只能躺在病床旁边，然后被这个照了一睁开了。那个时候这样子好，我心里面反而会有一种很复杂、纠结的那种心情，因为每一天的太阳升起，就代表我一天的战斗开始。什么是我一天的战斗呢？在医院里面，每一天护士和医生会过来给我做一些治疗，会那些慢慢让我觉得痛而且害怕。像那时候是那个打消炎针，那个时候打针在那个时候是肌肉注射，不是点滴注射。我那个时候要一天打5针消炎针，早中晚再加消炎半年1针。常常是睡到一半啊，被护士叫起来，哎，一群打针了，哇，眼睛没下去，打了2只手臂都肿起来了。每天要这样子拿那个热毛巾啊，这样按摩它，让它消肿。然后有时候啊，医生也会跑过来跟我讲一些有关我疾病的事情。虽然医生讲的都是我听不懂他在讲，因为已经超过了小学生的年纪。我虽然听不懂医生在讲，但我知道因为接下来一定会伴随让我很害怕、很痛的一些的治疗或手术。所以我每次看医生来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嚎啕大哭这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常常在想，既然没有一个能够治疗我的疾病，既然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让我能够出院，那我就用自己的方式来出院。是一个非常胆小、没有安全感、又爱哭的男子。我很需要有家人陪伴，没有人可以经常陪伴在我身边。我很想要回到家里面，因为家使我有安全感。可是我没有办法回家，我必须要待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我很想要
要跟医生、护士说，我不要做这些治疗，我不要开刀。可是我不能说不，我只能不断的接受，不断的妥协。所以这些的东西，每一天的上演，在医院都是不断的在上演，而每一天这样的事情都是我的压力不断的累积，日子久了以后，出另外一条。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不只有那个时候得了重度的忧郁症，我都知道忧郁症的最后。降临的时候，病房都睡着，只有我在啜泣，因为我没办法对这一超的小孩的承受，所以我觉得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每当我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办理出院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很奇妙的这种力量涌入我的心里面。那个奇妙的力量出，就好像有滴水的水由点到面，不停的扩散，直到那个整个水池子都被那滴水的颜色所染，那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人把我的心给包裹起来，有一个人在我的面前这样把我这样紧紧的这样子抱住，那种的力量还有那种力道，让我觉得好像有人在跟我讲说，我知道你所遭遇的一切，我完全的了解你心里的感受。我就觉得很特别，因为这样子的感受和这样的安慰是我最爱的人都没有办法给我。我就在那力量里面，我哭了好久好久，直到我那个情绪慢慢平复下，直到我情绪慢慢冷静下来，我才有能力去思考我现在遇到的一些事情，我才能够跳脱出我的那个框架，到那个框架，能够去看我的处境。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不在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想到我的妈妈。我妈妈流了不少眼泪哦，因为我妈觉得今天我身体的疾病是她造成的，这是她自己觉得。可能想在应该有很多是做父母的，做父母的人所讲的东西，可是还有很多是单身，甚至是还在学习的小朋友们，可能你们并不了解。当你们生病、心里面难过，或者当你们身体受伤的时候，这个时候最着急、最担心、最难过的，一定是你们的爸爸。巴不得能代替孩子承受痛苦，这就是所有做父母的心情。我妈带这一切，所以她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受苦。她从小就对我有很多一些
献了4次。那如果我在的话，我很开心，他就不用再难过、自责、掉眼泪。那我也解脱了，大家皆大喜。但是小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要腿，有一次发现我的小腿有一个大概10元大小而已，我就想，不想肿起来，因为他摸不会痛，他应该要自然好吧，所以我就没有管他了。我没想到，他慢慢开始，他变，不但变硬，还出现。我有好几个晚上是痛醒，然后那个止痛药也失去了作用哦。然后所以后来就给医生看，医生也查不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之后那天就住进，那没有想到，就在那天晚上，我右脚的瘤疼痛突然发作，我从来没有这么痛在床上翻滚，因为我感觉好像有这么大石头压在脚上，我痛到没办法思考，只能不停的哀嚎。然后我妈被我这种情绪吓到，赶紧叫了医生过来。医生来以后，他就先开了一个止痛针嘛。那止痛针打了以后没有任何作用，我的疼痛指数还是不断的在升高。到最后，我看到我妈妈哭喊在跟我说：“医生，我拜托，说你办法，不要让他去痛去了。”后来医生看吗啡，吗啡是一种下地的，那打了以后整个人睡过去。到了6点醒过来，打护士说，我看到我妈妈坐在椅子上，哭得很伤心。我从小，我从小那个时候，我很少看到，几乎没有看过我妈妈哭的样子，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在面前流露出难过的样子。所以看她那个时候哭得那么难过的时候，我真的当下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绪，所以我就只能一直不断的跟她讲一些天气的话，他的注意力，看他的情绪啊。然后我妈就讲，强忍的泪水作证，没事，好，我就把他带他。过一会儿，然后我再转过头去问他说：“你是因为担心我的事在哭吗？”我妈崩溃大哭那样趴在床上，哭得像小孩子一样。我那时候就想说，原来我妈这么的爱我。如果我用这么自私的方式离开她的话，那对她的伤害会多大？一辈子都没办法原谅、接受他自己。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做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决定。我决定继续留下来，面对我的人生，面对我的经历。虽然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勇气做这样的决定哈，因为有更多、更大令我恐惧的人生。但那个时候，我只想了一件事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家人的爱，妈妈的爱，使我有勇气面对未知的未来。好，大家还记得刚才我的疾病的特征是什么吗？还记得吗？我容易断裂，容易变形。那这个是疾病的一个演变史，就是它其实是一直不停在演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面容、我的肢体都是处在一个状态，它是一直不断的在进行当中。那原跟大家一样都是两条腿直的，可是因为关系，所以我到最后大腿歪一歪，小腿往内弯，一条腿变成 S 型。那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大腿角度必90度，跟外力就有可能断。所以那只要一骨折，就是没有任何选择，马上要送到医院里面去做矫正治疗手术的，什么切影啊、打石膏，而且重新要再来一次。手术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所以我就想，这样的手术，我现在开，是有可能5年甚至3年，我要再来一次。那这样手术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我的那双腿早就失去了它的作用，没有起走的能力了，而我只能每天这样子捆绑在床上，我没有办法下去，我也没有办法很容易，我怕怎么用，所以我就一直这样躺在病床上面5、6年。要面临到有可能来到，我当时马上要极度的焦虑的那种情形。我想要找寻一个出路，可是我看不到前面的道路方向，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那我很喜欢有一句话，就是他总是在急难的时候会跑出来，告诉我说，总有办法。总有解决的方法，所以当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紧张、会害怕、会焦虑，是很正常的。可是越是这样的情形，就越是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就试图的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唯有冷静的时候，思考。我冷静下来后，我就想，我到底要怎么样解决这样的事情？我到底要怎么样跳脱这样子看似永无止境的情绪？因为我已经放弃了这个自我了结的这样子的一个选项，但问题是我要怎么样逃脱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就想到曾经有一个认识的医生啊，他对我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做截肢手术。对，既然问题都是出在这双腿上，那如果没有了它，我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所以我在23，我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把我已经我的双腿
能大家会很难接受，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它也是这个一部分。看似我，可是发现我失去与失去。以前病床上，我是没办法，就是去进到浴洗澡的，我只能擦。那冬天也就是夏天这会问题，大家可以在酷热的夏天里面没有每天洗澡的日子嘛。那我就想，有这双腿以后，可以做的事多太多。腿以后，我可以坐在餐桌上面跟一起。有了双腿，我也可以坐在轮椅上到去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我可以去上课学习，弥补以前小时候没有办法学的缺憾，自己去工作，自己去赚钱，养活自己，不当啃老族，就自己养活自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看似我失去了很多，但其实我得到了远超过我想象的多。所以即使在绝望中，还是仍然要有盼望。我看我身边其实很多朋友，不管是年轻的或者是40、50岁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心里面都有一种焦虑，永远都是在想明天、未来，我的小孩，我的工作要怎么样。其实我也常常会这样子，我也会烦恼。我之后我妈妈不在，我的疾病要走下去，我将来要怎样照顾我自己？我也常常会这样想。可是当我认识耶稣以后，我发现这一般的这样的焦虑少了非常非常多，不再会为明天而忧虑，但还是会，我还是会忧虑。可是我比以前很多，就是已经减少非常非常多。我知道明天是明天的，我相信总有解决方法，即使没办法处理，我也相信一切的所需还可以。像在外面这样子去跑活动，我的不会说现在是他说看我这样这样，他就知道上帝在操。所以我也很感谢，就是说还好我认识了上帝，所以我面对不再那样子恐惧担忧。大家在说，知道说我还有什么？我说还有什么？我的忧症，你觉得像我忧症，像的那这个也是上帝所医治的事情。当然，这个也是另外的一个故事，这个可以讲很多。那很感谢上帝，虽然我的罕见疾病没有被医治，可是上帝使我的心坚强，比正常人都还要。所以感谢上帝。就是大家如果不错，也欢迎订阅我的，因为我懂，那就这样子吧。那最后就看了一首，我很喜欢这首歌讲的，我空心里。在因为我上帝摆设预备了丰盛的筵席，是让我不缺乏，是让我充足够用。
我也希望在座的还是耶稣的，还没有信靠上帝的人，也可以同样感受到这一份来自上帝的祝福。你们也能够领来自上帝丰盛的恩典。也希望他们可以甚至在教育服务的之下，也能为青年带来这首《太阳下的约定》。心灵终于不流泪，期待着雨后明白后诉说你的约。我不爱终于可以听你为我白色的生命的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恐惧的心灵终于流泪，期待雨后缤纷的彩虹美我不安的脚步可以停歇。主你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来诉说你的恩典。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把荣耀归给神，谢谢弟兄带来的生命见证分享，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刚刚我们这里，乐队在唱哈利路亚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火，我就闭上眼睛跟上帝讲：主啊，今天我要看见你的荣耀。
故事，有人看这个生癌瞎眼的人，就耶稣说，生癌瞎眼的人，这个人还是父母犯罪。耶稣的人有两个放在心里面，就是这个人犯了罪，不然这是他父母犯了罪。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这个他的父母犯罪，是在他身上显出神的样。记里面的经文，他说上帝使我们被接纳。我身为一个听众，刚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紧张，因为听到威尼中所有的见证都非常的，因为我们没有解，但是听到上课的时候，心里面是因为我怎么还没看见上帝？听到威尼兄讲他身边遇见的时候，也是他有机会在我们中间分享他的那一段，我想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他会给神上他夜夜间歌唱。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基督叫我们歌唱，上帝帮我们，让我们在大战看见神就在人间，神与受苦的人在一起，神与那些百姓忧伤的人在一起，神与那些需要被安慰的人在一起。好，让我们上帝，耶稣的爱永恒不变，耶稣的爱永恒不变。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教会，有弟兄姐妹邀请你来到教会，或者你是第一次来，那你不认识神，但是今天
要认识信仰，要知道这一位神爱我们。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让上帝的爱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真正的经验到他。圣经记载，爱永远不变，无论是逼迫、是患难、是饥饿、是赤身露体，基督的爱都永远没有跟我们隔绝。我们最后慢慢轻轻的唱副歌，我们祷告神帮助我们。从今直到永远。谢谢你，我们已经得着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求你够，多求你的恩典临到今天，在所有你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的软弱不见得什么，因为神的恩典比我们的软弱更大。通过弟兄的见证，让我们生命再次被激励，看见神就在人间，神就在人间来做奇妙的事情。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你的爱临到我们的家，临到我们的这个人，临到我们所爱的人当中。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救罪人，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把首歌咏。晚会消息：今日是待降节第二主日，点燃第二根紫色蜡烛，是象征预备信心。当预备主的路，以自己好行为做榜样，让不信的人能因我们的好行为而渴慕耶稣。谢谢为疫情弟兄与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也请继续为他。昨天社签班展览43人参加，谢谢陈公之姐妹与同工局的辛劳。下1点召开一起长执会，请相关同工预备心参。12月21日圣诞赞美礼拜流程中有安排圣诗合唱，邀请大家提供一同练习，邀请兄弟姐妹于下周9点前华语礼拜11点一同练习背心接圣诞。第二点，有要订圣诞歌的兄弟姊妹，请用赞书来登记，一盒18块，伫12月14早起，伫12月21领取。第7点，报家的兄弟姊妹，伫中昼10点半，伫礼拜堂一盒。第8点，订明年每日4兄弟姐妹，请向干事来登记，1年有4本400块，教会补助1半，自费200。第9点，12月21号圣诞赞美礼拜，如有兄弟姐妹要实习的，可以向牧师或向干事来报名，方便知道真理。12月21号的成人喜有洪玉恩弟兄，还有陈新龙感染，还有弟兄的信仰到来。又有管玉成。第10点，12月21号礼拜后下1点，礼拜典礼组同工预备性20会。10月20号星期六圣诞聚餐爱餐，一家一菜向干事来登记填写。第12点，2025年圣诞
活动神在人间，请兄弟姐妹一同预备心，邀请家人朋友参加系列的活动，领受神住在我们中间的平安与喜乐。招待桌，我们后面的招待桌有邀请卡，请兄弟姐妹踊跃来领取，邀请左邻右舍。12月19号星期五晚上6点半有幼稚园的圣诞晚会。12月20号星期六晚上5点半开始，我们有爱餐圣诞爱宴一家一菜。7点开始，我们有圣诞晚会。12月21号9点半开始赞美礼拜。12月24号星期三晚上，我们有平安夜的礼拜。9点我们有圣诞报佳音。12月25号星期四下午1点打击乐圣诞音乐铅笔成果展。2点有爷孙同乐会闯关游戏。第13那邀请咱感谢咱的各小组的理念面，搁是阮搁有几个有欠亏，咱有感听伫机会，你会当自己组团来参加报名服饰参与服饰。我们爱团如果有组团的话，可以写报名。关怀代购的部分，姐妹的先生陈俊雄先生上周2举行告别派，定于16日于高雄安葬，求主安慰遗嘱。在家调养的兄姐有谢崇明、刘秋燕、马来金、柯玉、曾文德、郑明霞、林明敏珠。住院的有卢宏展、卢景全、卢文雄的弟兄的父亲，洪本展的弟兄的母亲。第4点，我们为了泰山教会文化教会告谢发电大道，求助保守文明教会。请奉献的同工。
称一位是闽农姐的朋友哦，陈进来了哦，好，然后另外一位是的姐妹的王海婷，另外一位是升级老师的同事黄小倩老师，欢迎来。是欢迎，永远欢迎哦！愿主赐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那还有介绍到第一次来的这几个礼拜参加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参加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真的不管是你哪的，有吗？有参加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有了。哦，有。哦，好，好，欢迎老师。好，新一的没有。哦 ，OK， 刚才介绍了。好，我们再次谢谢魏兄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分享，谢谢他，祝福。今晚来请问各位，咱来小明，我走上去，我住宿好。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上帝信心的